长赫格塞斯伫论坛演说无讲到台湾，咱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目标会拍拼，甲国防预算提悬到 GDP 5%。秋米风台对台湾东部外海上北这2天是离台湾上近的时阵，拜四开始全台湾会连续落几6天的黄霜雨。乌沙头水库一寡土石看现现，也若站文水库蓄水率是强要大底，已经无到10%，水利署强调是水情要通控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看这粒中度风台枪毙，目前呢是当咧对台湾东部外海上北，包括着花莲甲台东有一寡船只，即马拢已经入港咧闪风影啊。气象署是提示讲，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呢是枪毙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阵。虽然讲这拜二过风台就走啊，也毋过拜四开始全台湾是会连续落几6天的黄霜雨。来到花莲港看海岸的码头，关底应该是游客坐满满的船啊，即马全部拢停靠伫咧港内。受到枪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业者预计尚无3天无法度出海。客人出海去，如果强浪大，或者是风浪不舒服，导致他们感受不舒服的情况之下，那即便看到了鲸豚，也是会不开心。拜1到拜2这2天是中度风台枪毙离台湾上近的时间。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伊伫咧上北的过程会豆豆仔近琉球群岛，预计伫咧拜1暗时就会通过沖縄湾附近。大致上在周3之前都是偏向以局部的午后雷阵雨为主。我们从今天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降雨是比较偏向零星的，在北基这一带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阵雨的情形。不止个这2天风台走了，要是爱细致，气象专家就提醒，因为风台上北会顺势甲西南风甲低压带牵起来，这礼拜4南部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局部阵雨。拜5到礼拜这段时间，阁会有黄霜雨低压带结构影响台湾，全台湾的天气拢会无稳定。有阵烈风在台湾附近伴随着有西南气流或者所谓的西南季风，跟它搭配在一起，中小尺度的天气系统它移动得很慢，或者是连续有很多个中小尺度系统经过同一个地方，那就会产生自在的这个雨量出来。吴德勇就提醒，并不是拜5了后，逐天拢有造成灾害的降雨，也是有浪碰的时阵。不过，为电脑模拟预测来看，预计拜5了后1礼拜内，拢会注意相关天气变化，出门就要扎雨伞，以防做大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对今仔日开始，这电钱要用热天的行情来计算啊。一般家庭来讲呢，这影响是较小的。不过，若准一个月用电是超过1000度的，安尼一度就要扣到8块8，这是有史以来上介悬的。天气愈来愈热，不少民众拢会伫厝里开冷气。爱注意，为6月7日开始，台电会实施热天主体用电。若你是用电大户，电费也会伫咧热天电价开始实施，漂泊仔就会救水。因为台电统计，去年主体每户平均用电量，毋是热天一个月大约308度，热天一个月大约418度。会有一点影响，尽量去把它换成比较省电的那个。新的省电的节能节耗的冷气吧。我想，因为夏季都用电量都是高峰，我觉得呢至少30-40%跑不掉，因为不开家人又受不了。哦，那这个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台电指出，主体热天一个月电价为每年6月到9月实施4个月，目前全国约3成的主体，大约401万户，每个月平均用电无到120度，那维持平时用电正好，拢未受到热天电价影响。另外有520万户，大约占全国主体用户4成，每个月用电量大约121度到330度。热天一个月期间，每日影响上济，增加大约2块。真正影响较大的是，每个月用电量超过1000度以上的主体用户。一度用电会为去年的8块4角6，有悬到8块8角6，创史上上悬电价，占整体用户2.4%。下月电费增加的部分，其实有大概73%是来自于这个用电量的增加。那真的是因为下月电价的一个价差，大概是只有23%左右。台电呼吁，针对各级区用户，除了宣导节约用电，那真正有用电量大的需求，像社区大楼顶，也会当评估采用时间电价。记者综合报道。
或者热人咧食电较凶，毋过煞来发生意外。这是台电公司伫咧云林未了的风力发电机组，昨中昼的时呢，有一台风车是熊安尼导火烧，一直到暗时才拍花。经济部表示讲，为着确保这再生能源的供电的安全，会要求业者来加强检视同类型，而且用正10吨的这个风力发电机组。另外，也会加强风灾的应变措施。风机唔知影什么原因起火咧烧，地书烟一直冲出来。5月31日中昼时啊，伫云林未了三城保安林地绿叶风场风力发电机组发生火灾，一直到暗时7点多，火才化去。附近的居民烦恼会受到影响。迄嘛烦恼，较袂烦恼。迄厝机啊，伊种好火，你无在好处理。盛会相关呀。对啦。那台湾未来的这种再生能源越来越多，这种危险性是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就是关心这里未来我们现在只是烧1支，未来剩下24支会怎么样？因为风机的起火点离地面有70米远，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了后，嘛简单当戒备，无法度拍火，这引起在地民众的烦恼。对此，经济部能源局强调，台电也咧理清起火的原因，不过已经要求因爱加强运转管理加巡检。针对这个案子的话，能源署的话，基于所谓的电业的主管机关的部分的话，我们会来强化相关陆域风电的灾防应变能力。那包含它平常的一些运转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方式的部分，那同时如果有相关的灾害，会来做一些通报跟相关的一些应变的部分。这届起火的是未了风力发电17号机组，是2010-5月27开始商转。原本整体有23支风机，部分机组已经陆续淘汰。能源署表示，会要求各电业针对同类型一定年限以上的机组加强管理甲巡检，搁来甲消防署进一步讨论，针对风机若发生火烧的事件时，会当有更较完整的通报程序甲处理，以确保再生能源的供电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前镇的顶个月是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卫生局除了是加强清理以外，也连续10天来监测，抓到300多只蠓仔，搁查到104个有生这个水栖的所在。卫生局目前已经伫咧重点区域来查这天狗热的警戒期，提醒民众要爱注意防疫。野白嘅天狗热警戒期，踩伫咧路边，四界也拢有告示牌，提醒民众爱注意环境卫生。高雄前镇自5月23出现全国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热了后，卫生局连续10天针对附近环境，放95派的猎蠓仔灯来加强监测，发现蠓仔甲蠓仔饲的密度相过悬，因此伫咧二圣路甲三道路的重点区域来采警戒期，爱民众加强环境的摒扫消毒。扩大采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你看嘛，登革热，他会害怕吗？会啊，所以说我刚刚都从那边走。看到采天狗热的警戒期，民众闪正哩，这就是顶礼拜3号卫生局限2天内爱甲粪扫清走，袂使阁营业的购物商。卫生局讲，因为购物商甲地主土地银行无伫时间内摒清气，阁当着2只鸟鼠，拢总开罚72000块。初一早起，购物商继续用卡车甲物件载走，回收场已经清甲空空，有封锁线打告示，甲人讲无要阁营业啊。附近民众讲，有改变都是好代志。他家拢有鸟鼠啊。即摆拢无啊，即摆拢除了啊，挂前后拢除了啊，伊拢留消毒啊，好啊。购物商清算了后，卫生局29已经发文给土地银行，爱解除土地契约。6月7日废止购物商的营业登记。卫生局强调，回收场附近拢有倒监视器，只要发现粪扫，搁再来遮等，就会按照废清罚开罚单，上悬罚6000块。记者柯家族朝阳高雄仓报道。新加坡的 Shangri-La 对话论坛昨煞过，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说的时，伊是头一届无讲到台湾，也来引起大家的关注。也那咱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回应讲，目前这台美之间军事的交流合作呢是真密切，台湾会尽责来维护区域的和平，也拍拼要把这个国防预算目标提悬到 GDP 的5%。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煞过。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变作是最近这10档以来头一摆伫咧论坛演说当中无讲到台湾的美国国防部长。另外，伊阁警告中国军事扩张，爱印太地区的盟友，甲国防支持的 GDP 提高到3.5%。也若咱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就回应，台湾是伫咧第一岛链重要的中心，含防卫精研，会努力维护印太和平的责任。台美本来就是军事交流一项，的军事交流合作一项频密。赖总统已经宣布，我们2030会达到 GDP 就光预算会达到 GDP 5%，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嘛。针对中国军事扩张威胁区域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嘛要和咱台湾顶伙伴扩大国防联络，嘛讲发展对台关系对菲律宾的国防空间有间接的重要意义。我们尊重菲律宾的这部分的讲法，但细节的部分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透露，好不好？今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前几天公布国防授权法案，规划讲要军事支援台湾10亿美金。不过，正前捌传出 ，Trump 甲另外一条4亿美金要军事支援台湾的钱先停起来，互外界真烦恼。不过，这摆军事支援的案件，国军敢有可能看有食无咧？顾立雄回应，无听过相关的讲法。学者就观察，美国国会挺台湾力无改变。关键要是看 Trump 安怎决定。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度，的确是有可能会因为中共的一个态度而会有所的一个变化。川普他一定会去考量现在的一个美中台的三边关系，而去做一个衡量。学者就认为，避免完全依靠国外协助，台湾就要强化国防自主。另外，国军投入占南国礁。海群号初一搁出海，这批第15摆海测传出7月9月会赶袂赴，可能要延到9月。顾立雄表示，会以安全甲品质做前提进行测试，未设定交会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这回这香格里拉论坛呢，针对着中国批评日本提高国防预算，而且佮强化甲印太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日本的代表小泉进次郎，伊是讲，这中国伊家己都有协助的，而且呢，佮直直咧南海甲东海来军事扩张。伊讲，只要这中国愿意坐来讲，安尼日本是随时愿意对话。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中国为高市早苗首相上任以来，一步一步强化对日本提悬国防能量的批判，所抵伫5月的川习会期间，以新军国主义的讲法批判日本。小泉进次郎伫亚洲安全峰会场合作出回应，伫演说了后的问答时间，小泉针对中国军方代表团的质问，反倒转去批评中国伫东海甲南海的军事扩张，才是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威胁。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俗称香格里拉论坛的亚洲安全峰会，照顾咧由印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国防首长参加，是各国军方面对面沟通难得的机会。不过，中国国防部长党军连续2档缺席，简单由中国国防大学学者代表参加。Japan's door is always open.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various channels and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firmly with the Chinese side. So please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my counterpart, Dong Jun. 小泉除了发表演说，嘛伫论坛期间，甲菲律宾、美国等国防部长进行双边会谈，其中甲菲律宾国防部长蒂尔多洛的会谈，确认日本会将按算伫2027年除役的护卫舰除役了后，转移予菲国的海军使用。这也是日本政府修订军事装备移转政策了后头一届的大型武器输出案例。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国际消息，先来看这中东的冲突又搁扩大呀！以色列是来加强攻击黎巴嫩，去占领有900栋历史的博福特城堡，而且呢，搁伫咧城堡顶头甲人插以色列的国旗。同一天，这以军也针对着黎巴嫩的第4大城泰尔来发动空袭，双方的停火协议呢，即马未输是一张废纸咧，已经无路用啊。
以色列军队5月31成功把黎巴嫩南部的波福特山头拍落来，而且占领山顶的波福特城堡，同时插以色列国旗。这也是以色列在西元2000年对这个城堡撤离了后，26冬来上侵入黎巴嫩南部的一届军事行动。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波福特城堡是12世纪起的，属于12军出征时期的古堡。在过去10冬来，一直是中东冲突的大战场。以色列捌在1982年开始对黎巴嫩进行18冬的军事占领，迄当阵就把这座城堡当作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一直到2000年撤军。波福特城堡因为起伫真悬的所在，看落去就是以色列北部甲黎巴嫩南部的纳巴蒂的地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控制这个城堡，就是要毁掉真主党伫山头的军事基础设施，而且把这块地划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安全地带，消除对边境居民的威胁。以军在东港也继续空袭黎巴嫩第4大城泰尔，上无造成14个人死亡。虽然以军空袭进前有发布撤离警告，也毋过完全无予人撤离的时间。内国政府批评以色列互冲突加悬，同时也讲透过对话达成停火，代价会较少。المفاوضات مضمونة النتائج بالتأكيد لا، لكنها الطريق الأقل كلفة على وطننا وشعبنا مقارنة بالخيارات الأخرى اليوم。进前由美国等外部势力敲好的几个礼拜的停火协议，因为欠一个真有力的约束，佮加上真主党态度真硬，以军同时也继续空袭加沙地区，已经互这项停火协议亲像一张废纸。公司新闻建关庆编译。另外来看，这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呢，昨是来举办总统大选，因为拢无人摕到这过半的票数，所以目前摕上届侪票的两个候选人呢，是6月2日又要来进行第2轮的选举。也毋过针对这第1轮计票的结果，现任的总统裴佐伊是表示讲，这计票的系统有问题，所以要求验票。哥伦比亚政治素人德拉艾斯普里耶亚，伊有唱歌歌的名声，人一到投票所，热情的民众就挖过来甲喊声。这个47回总统候选人，出身是刑事的律师，处理过真侪大人物的案件，名声是通行城，伊连歌曲拢会晓搬。IG 顶悬有900万的民众甲对调调。这道选举头一番的投票，99%的票数已经是算了。声势正惊人的德拉艾斯普里耶亚，摕到我44派的选票排第1名。落伫后壁的是摕到差不多41派左派候选人塞佩达。6月2日，两个人阁要继续拼第2番。Colombia necesita pues una persona comprometida así como lo es nuestro candidato presidente Abelardo. Colombia necesita seguridad, necesita salud. Colombia necesita todo lo mejor.Hay que hacer el cambio de mal hacia bien。德拉艾斯普里耶亚非常欣赏美国总统川普，伊选举的主张就是用军事强力来打击犯罪，而且恢复甲美国的安全合作。这甲现任的总统裴佐的立场是真无同。裴佐是3不5时甲川普因为毒品的问题咧对决，那另外一个候选人嘛是声势真悬，裴佐真大力斗相挺的塞佩达，伊是主张延续裴佐的路线，维持社会福利，而且继续甲武装团体和平谈判。参德拉艾斯普里耶亚的看法是天差地地。Mucha de esa gente que se dice que no quiere votar por él, que no quiere dar el voto por el sí. Estoy totalmente convencido que no es que estén en contra de la paz, sino que han perdido la esperanza en que es posible。过去几大礼拜，塞佩达的民调拢是拼最前，所以头一番的投票结果，互总统裴佐是非常的不满，甚至伊伫社群平台顶悬铺文，即期算票的软体去互人做手，加80多万张幽灵的选票，嘛宣布身为总统无要接受私人算票公司算票的结果。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法国巴黎圣日耳曼卡球俱乐部呢，伫欧洲联赛是连续2冬拢摕到冠军，有大阵球迷是安尼欢喜庆祝，也毋过煞有人是欢喜过头，所以转去放火，而且佫四界破坏，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个人互警察抓去啊。球迷放烟火、照光弹、烧铁马站的铁马，佮庆祝民众弄破店头建本图的玻璃，破坏路边的车辆佮公车站。警方只好用催泪瓦斯来驱赶，
巴黎圣日耳曼卡球俱乐部30伫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小赢，搁再摕到冠军。做这球迷拢小讲走去街路庆祝，伫法国各地拢出现破坏的行为，有400多人受逮捕，7个员警伫冲突中受伤。去年巴黎圣日耳曼摕冠军，就引起2人死亡的暴动。法国警方今年特别紧张，伫全国部署22000个警力。其中巴黎有8000个人咧戒备，巴黎市区有个电车停驶，地铁站关掉，部分路段的公车嘛暂停，有真侪店面提早订茶房来保护。法国内政部长谴责相关暴力的行为，讲完全无法度接受。右派政党领袖马林勒平嘛伫社群发文表示讲，敢若法国才因为一支骹球队摕到冠军引起暴动，佮口说讲民众甚至爱伫胜利迄天甲家己捐个出来，较袂拄着暴力。2026世界卡球赛开幕，较无2礼拜，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举行联合维安演训，由国民警卫队、陆军甲宪兵部队参加，进行城市作战、战术推进，佮有抢手伪装暗藏这寡训练。Que realiza de manera cotidiana el personal de la Fuerza Especial de Reacción e Intervención de la Guardia Nacional. La seguridad y los eventos para llevar a buen puerto están centralizadas en la defensa. Existe un centro coordinador que es el que va a llevar a cabo estas. 因为墨西哥长期受到毒贩暴力、帮派犯罪甲治安问题的困扰，世界卡球赛维安工会特别受到关心。当局希望透过典礼应对大型国际比赛的安全威胁的能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会当安心来看比赛。公视新闻陈秋梅编译。来关心这经济的消息，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即礼拜起股，佮加上这辉达公司的执行长黄仁辉今仔日是伫咧台北演讲，所以 AI 这股票呢是安尼真称。台股今仔日又佮开出红盘，一个开盘就起139点，大盘呢是直接超过45000点。了后，伫咧联发科呢是起超过7%，也若鸿海也起来到300块，佮加上这广达电的等等，拢已经起到真棒啊！盘中是起1198.16点，达到45931点，这是创新高的纪录。台股的盘中呢，各类股市拢表现甲真好，电子股也表现真好。台积电盘中是来到2415块，这是起60块；也若台达电2520块，这是起75块。另外，鸿海遮呢是起15块半，来到304.5块。联发科呢是起来到4710块。另外，伫即个塑化类的股票是起超过4%，也若航运类的是接近3%。另外，金融类也有0.6%。来关心这副总统萧美琴6月初6至初10呢是要去拜访咱的友邦北流共和国，这是伊成做副总统以来头一届去拜访咱的邦交国。交通的方面是安排用直飞的方式，因为今仔日咱这捷克的记者韦德奇呢也来到台湾访问啊，这是自2020年8月以后，韦德奇第2届访问台湾。为了深化伙伴关系，总统府初一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展开北用专案，6月初6到初10出访咱台湾的友邦巴劳共和国。这嘛是萧美琴做副总统以来头一摆出访友邦。这摆访团的成员包括卫福部处长林静怡、外交部处长郭宝宣。今年我们非常的荣幸，再次收到了惠淑仁总统邀请我国正副元首赴访的信函，为了要深化台북邦谊，也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赖总统特别指派萧美琴副总统率团。赖总统望这摆访团会当达成3个目标，包括深化两国的邦谊，协助巴劳推广永续观光，还有见证台湾甲巴劳英邦计划推动的成果。萧副总统亲身见证两个国家最近这几冬针对医疗卫生、农渔业、公共建设等等领域的相关成果。不一个，因为顶摆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去互中国施压，各界嘛真关心。这摆针对中国干扰的风险，是毋是有进行沙盘推演？是我们以这个舒适、安全、便利、尊严原则。那这次我们去帛琉，事实上是直飞。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跟国安团队都会对于相关的情资有完整缜密的掌握。针对海军军木舰队6月无期造访巴劳，副总统敢会去甲官兵鼓励咧？外交部表示，
敦睦舰队是6月初4离开帕劳，访团是6月初6才到位，所以未伫咧帕劳有共同活动。不过，帕劳是美国嘅盟友，小乌总统即摆是毋是有规划要甲美方嘅政治头人外交人士交流呢？嘛引起关心。这次肖副总统到帛琉是应帛琉政府的邀请，所以我一切是客随主便，我们也看帛琉政府的安排。握手爱惜主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亲身去接机，接去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初一率团访问台湾，这嘛是韦德奇第2摆访问台湾。预计会甲总统、副总统、立法院代表、甲国部会首长来见面，互双方伫咧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中国是直直咧侵扰咱台海的普色地带。海巡署是来警示讲，中国的海警呢，一当是有超过30架次驶来到咱的东沙海域，因的目的就是要来探咱的反应。那专家是分析讲，这中国的海警呢，佮利用这掠违规渔船的理由，想要延长留伫咧咱禁限这水域的时间。不叫中国海警山腰栋梁，不叫中国海警山腰栋梁。海巡公布，甲装入来东沙岛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甲赶走。这几年，中国的船实在是愈来愈抢手。根据海巡的统计，自去年2月到今年5月2月，中国的海警船到12只、39只侵扰咱的东沙海域，已经自罕罕的一摆变作有节奏、有策略、有目的性的普色地带侵扰。中国海警对东沙的侵扰，目前已形成具备军事、法律、资讯与心理复合功能的灰色地带压迫。它的核心目标就在于消耗我方能量、测试反应、扩张存在，并为未来可能的行动预做准备。海巡警告，自去年3月就捌发生中国的渔船入去东沙海域违法掠鱼啊！咱的海巡甲中国船只赶走，中国迄边的海警船就故意要上这中国渔船来检查，因的渔船随着马上配合海警船停船，咱的海巡继续公布，这船只才甘愿离开。因为东沙岛距离高雄差不多240海里，专家分析，中国想要制造集团的假象，实际上是要来测试咱东沙勤务的部署。美其名说，这个是我们登检，就中国的公共船舶登检他们违法的渔船，透过海警船舶在东南沙执行海上执法，来宣称他们就内海化。另外，专家嘛强调，中国小想互金门海域内海化，利用海警船特不时的挖过来金门的禁限制水域内，拢是希望消磨咱的主权。因为海巡是执法单位，应对的力头是有限，所以目前海军陆战队派兵伫东沙岛看顾。但国民认为，国军伫东沙岛精实防卫性武器，也佫有精苏设施，就是要来吓惊中国军宣示主权。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这当中呢，已经查到4725件假毒赛车的案件。其实这对咱台湾的交通安全这影响是真大。有立委是呼吁这政府在跨部会来合作，减少假毒赛车的乱象。因为这卫福部是回应讲，会来修改烟害防治法，若准有这电子烟相关的产品呢，是来加处罚的。另外，嘛会加强治疗，来降低假毒赛车的案件。警察驶入去巷仔内甲大楼，买着食毒赛车佮拒绝临检的查甫人，这是发生伫高雄凤山5月30的案件。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全国查到4725件食毒赛车的案件。最近双溪分大的食毒赛车愈来愈严重，有立委开记者会，希望政府下部会合作，减少食毒赛车的乱象。同样的是，连走都走不动哦，你叫他走，他都走不动哦，肌肉会跳动哦。其实我们最担心的烟弹的问题是在那1分钟到1分半钟，烟弹本身呢就跟一根烟非常帅气的一个烟电子烟，它随便吸2口之后呢，它第一个步骤会产生的是意识混乱，就是经常的断片。专家指出，药物伊多米列，也就是大家讲的双时分大，会影响到意识甲判断能力，赛车会失去控制，风险真高。另外，立委嘛表示，新型毒品的变化真紧，建议提升检验识别的能力，买管理金流甲网络管道来阻挡毒品。吸食几个小时之后，可能就可以排出体外，就验不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仪器要更能够提高它的灵敏值。各种社群平台，他们都用这些秘密的社团，毒品就公然的在上面交易。数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
的这种权利。立委表示，未来就要下部会合作，整合卫福部、交通部、甲警政署等等的单位，结合源头的杂质，检验到后续的预防教育。减少毒品的流通，这项降低食毒死者造成的危险。那卫福部是回应，已经有规划要修改危害防治法，有电子烟相关的产品，相关会罚1万块。同时，卖加强食毒治疗甲转介机制，来降低食毒甲食毒死者的风险，做伙守护社会安全。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南澳的海事洞呢，昨是有路亚的车辆掉伫内底，这拄甲7台车25个人救出来尔，结果昨暗呢，随果有一对查甫查某，互这海影卷落去海。目前这查某已经找到啊，也毋过39岁姓黄的查甫人是犹搁咧找。空勤直升机伫海面上进行吊挂作业，因为31暗时，宜兰南澳新北海基海事洞又搁发生一对男女互大影架起的意外，有人扑伫海面报案。空勤直升机日时继续搜索，因为护林人虽某有救回来，不过做伙的39岁姓黄的查甫煞无看影。护林人第一时间报案，伊讲是去南澳海基露营，不过警察甲问的时阵又搁改喙，讲是去散步。上不好，你看打到这边了，昨天晚上打到上面了。到场支援所属的义消表示，新北海基海事洞千万唔通搁再去啊，因为影的拍外悬，真正无法度预测。这届救援行动有义消救难车互加入去海里，甚至造成一个员警受伤。消防员31下早接帮助调伫南澳海基海事洞的7台车25个人出来，同一日暗时又搁发生意外，当地安怎管制，正做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后续会跟消防局取得相关的资料，然后以函的方式转给相关单位。我们会建议相关单位依照相关的法令进行判定，如果有违法，应该要进行相关的处分。如果有关引火不当，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这个先是刑事移送。南澳海基的土地管权有林保署甲国产署官府的发文，互监管单位确认车辆入去海基露营的行为敢会违法。林保署是表示，伫南澳海基海事洞感到烟火行为可能违反森林法，通用刑事处分。露营行为无违法，简单会当看到，即摆已经伫现场采购示牌，提醒即个海溪的危险性。记者综合报道。这正向活动竟然有人要来偷摕物件，这是发生伫个嘉义关新港中山路呢一间夹红机的这个店家，昨早起，互这正向的乡镇卡呢，甲偷摕民众放伫个夹红机顶头的物件。这受害者是气甲甲这监视器的画面放伫个网络公审，嘛开始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要透过法律来追究责任。嘉义县新港福田宫庙埕头前的这条大路顶面，有一间夹红机的店家。早早伊去互来正向的乡客偷摕物件，受害民众就讲，店内物件有的是民众放的，有的是店主的物件。外地民众来正向煞来做贼偷，对市民实在是真不敬。你们是来进香的，那是对神明的一种尊敬。对，你们这种行为会自然就造成我们本地人的困扰。原来这间夹红机的机仔顶面。有一寡是店主要保护的商品，一寡是民众捡到了后暂时放的物件。为外地来遮进香的人偷摕，就是民众放的物件。店头家是无啥物损失。受害2位民众已经向警方来报案。是我们2个人，我们2个人的东西啊。另外那一个他的东西比较有价值啊，然后他的东西被拿的比较多啊，我只是一小样。本分局新港联合所于今日执行网络巡逻勤务，发现辖内有店家财务盗窃情事。警方主动介入积极侦办，已通知被害人至派出所完成报案程序，另已锁定犯嫌身份。原本应该是虔诚的正向，煞做出这种代志，让偷摕物件的民众收集相关的证据，要透过法律来追究责任。警方表示会配合监视器的画面，联络相关单位，进一步来追查嫌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回呢，这风台无来，黄霜雨嘛落无偌济，所以乌山头水库这水位已经大降低。一寡图纸即马拢看现啊。目前这水库是暂停关工存，因那伫个暂分水库呢，这蓄水率也强要大底，即马已经无到10%，水情会当讲是愈来愈严重。因那水利署是强调讲，其实目前是当要开始来进入这个洪水期，所以水情是要通控制。看过民间业者载人客的观光游艇，就直接吊伫咧铺轮顶悬，就连码头拢起一边，要爬楼梯就要特别细致。乌山头水库水位直直落，真侪游艇拢吊咧袂顶袂动。业者讲，
这真正是生目睭头一摆看到啦。我们来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水位这么低的啦。像现在这种状况，完全都没办法行驶。现在是没有办法。水库内底抑有一个石管钳，早期是凉亭的底座，平常时拢伫咧水面，敢若是靠岸的时阵才看会到。所以游客即马看到这个模样，真正拢惊一跳。原本特别自瞄的导览，要到乌山头水库坐船仰手看风景，无想到讲水库下底是大窟窟，船袂出去，实在是有够可笑。下降了啦，应该要下雨了。这梅雨季节可能快有个落雨。我本来是要来坐船的，结果没有水，所以没有办法坐。像这几天下雨，也下在北部、南部也不下。乌山头顶悬就是詹文水库，虽然是全台湾上大的水库，自去年入冬开始，这雨就落了无济，若春雨嘛落了无介理想，所以詹文水库的水量已经剩无到10%。若是阁无落雨，这水情的压力恐惊愈来愈严重。若到初一早起10点，南部3个主要的水库也阁有7352万吨的水。经济部水利署强调，即马当是大水期转做是落雨期的期间，所以水情也阁会当控制。如果扣掉一天要100到120万吨，但是高雄资源的量有30万吨以上的话，每天的一个用水量大概会70到80万吨左右。那依照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满足到6月底，而且能够再满足1个月以上的一个备源的水量。水利署强调，即马布产饮水拢已经结束啊，会让靠较侪水出来，会来做调度。佮加上黄酸雨季，所以即马水库的水虽然是无介多，也毋过水情的信号灯是也袂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龄驾驶免换驾照呢，对75岁调整到70岁这新制度，对昨已经正式来实施啊。屏东九如乡的这乡长为着是大人，要互因一个方便，所以今仔日早起9点的伫个图书馆，互这差不多400多位通过体检的70岁以上的是大人，会当伫个现场来听2点钟的讲习，安尼就准讲有符合着换这个驾照的资格，算讲是全国头一批换着新驾照的时代。乡公所人员引导时代交相片和体检报告，地当入场准备听交通讲习。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对昨5月3日起过，即马75岁以下、70至74岁的长辈，爱伫新制度起2年来换照，会当用到75。这届重点是体检了后，搁爱上2点钟的交通讲习，才会当领新驾照。屏东九如乡公所为了减少长辈走监理站的麻烦，今仔日早起9点统一举办交通讲习，和时代做伙换照。比较便民哈，就是说，不用一个一个跑去监理站啊哈。对对对。一定要有人驾照吗？对啊，你若阵啊有若要边啊，要存一个田，你无驾照嘛袂使啊。九如乡头港就420位的时代申请换驾照，图书馆坐甲满满，监理站人员挂印新驾照，长辈表示真方便，毕竟阁有骑车的需求，就按照规定换。而且大部分长辈对18岁考到驾照，就骑到即马。这几年的交通制度有做调整，趁讲习甲规则舞清楚，才袂无涉及违规。提早来换照，大家有一个安全的驾驶的能力才知影讲家己有。欢迎来啊，还是目睭已经蒙雾啊？摕到驾照欢喜无？即摆有，你走来遮，专工走来遮迄个嘛有驾照。头批领到新驾照的时代，拢真欢喜，会当安心骑车。交通部公路局表示，满75岁的时代，同款需要第3年来换照，每3年1摆。若无换照，搁骑车上路，会罚1000至3600。呼吁时代配合，减少长辈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语文康榜来看，这成功大学甲发起台语基金会合作，是来举办第3届成功台语歌听秀，写真侪少年人来比赛，有人是唱这家己创作的歌曲，嘛有人呢是爬上台顶来人布地戏，展现新世代的活力。新闻带大家到阵来看，这群学生囡仔是安怎用因的创意来展现母语的魅力。台顶参赛者大家拢展现自信，有人感情丰富来唱家己的歌，有人摕台语经典和流行歌曲展现唱歌的功夫，甚至搬布地去讲台语笑开拢无问题。这是成功大学文学院和发起台语基金会办第3届成功台语歌听秀的活动，成南北二路的学生超过60支队伍报名，落尾20组入决赛，活动分做口语和唱歌2组，多元的表演形式拍破传统，展现新世代的台语魅力。阮来
甲这个活动展示，毋过其实我嘛会当对这个活动内底学到真侪物件。我咧提麦克的时阵，我有淡薄手咧喘，但毋过我感觉讲就是爱家己的心情稳定，用上平常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比赛安尼。活动即摆邀请跨界专家做评审团，嘛特别安排专业的老师来教带学生。参赛者分享讲，这回唔啊甲各校的学生互相交流，嘛有难得的实体训练机会。无论是台语发音、肢体表达，也是甲观众互动的技巧，互因有全方面的提升。那评审团是真学了这参赛者，因认为这唔单单是一场比赛，未来嘛当创造多元台语的新剧本。老大人因已经算差不多拢会晓讲啊，袂晓讲的，就是即卖的少年人，会晓讲的，就支持因，互因会当后摆因后一代会当安尼一直起来。蔡美惠老师虽然是国文系老师，伊嘛推这个台语，不只是文学院的学生，其他学院的学生嘛拢来报名参加。真侪台语的一个热心的人士甲团体嘛，对这个活动愈来愈重视，学校嘛对这个活动嘛真支持。主办单位强调，要挽救台语，一定爱对少年袂定紧，希望让大家知影台语真实行，唔是济岁人才会去注意的。唔忙透过活泼在地舞台，通声更较侪台语家庭和无共世代来斗了解，鼓励出少年人对母语认同，嘛互珍贵的母语通世代传传。记者蔡台南采访报道。另外，再来看这台南市复兴国中3年的学生呢，是甲去年参加比赛得顶的这个立德顺的这个研究，全部拢甲换作是台语文，而且也分享给高雄市5福国中的同学知。这带队的老师是讲，其实这3年来呢，这学生是用台语播戏，也来访问别人，唔但是加足认真，而且也加较有自信。这涂骹安尼，你是安怎知影孙仔伫倒位咧？你看，头很简单，就是有孙仔。讲的是台语，干部顶管写的是台文。台南市复兴国中这班3年的囡仔，去年用这套在地德产业的研究专题，摕到台南独立研究比赛国中组的头名。伫咧完成会考了后，因也实现1年前甲评审的约束，来到高雄的5福国中，甲这个量价立德甲顺的特色甲发展困境，小解给更较侪人认捌。甲遮的小朋友讲阮有去采访，咱有去比赛，阮想要甲这个特色会当传承互。咱即摆少年人知影绿竹笋到底是安怎要甲好食，所以阮的学生就为半当进前，阮就开始来研究，饲300张的相片来为 AI， 要互伊做出 AI 的辨识。人物产业用 App 来解决立德顺分级的传承问题，这拢是这班囡仔台语沉浸式教学计划课程。带队的本土语老师讲，语言唔但是课本顶悬的文字，嘛会当结合文化，行出教室去体验生活。这3年落来，伊发现囡仔台语哪讲哪好，人嘛愈来愈有自信。用到伊的这个遮的这个4大人搬去互因看就是对这3档了后，我感觉因的台语拢真进步嘛对台语较袂去排斥。我发现台语不只是一个语言，它是即马在地会使认识在地文化的一个工具，一个媒介。台语讲了无标准无要紧，加讲愿意讲才是重点。透过一支孙的故事，和两间学校结缘。老师讲，这场跨县市的台语交流是一个真成功的开始。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出台语的音乐剧《春天伫倒位》。这故事呢是咧讲一对姐弟啊，去到庄脚来找阿公学讲台语的故事。剧团目前是当咧募资，打算对10月开始有60场的公演，希望去偏乡来演出，邀请囡仔做伙来看戏。去阿公遐，爱甲阿公讲台语，你无问题吼？我问，大丈夫，无问题啦。舞台顶妈妈甲囡仔带去车头，送因去庄脚找阿公学讲台语。这是一出音乐剧《春天伫倒位》，用10条台语囡仔歌甲故事杀合起来。其实是2006年先有共名囡仔歌专辑，尾啊伫2003年，剧团才阁改编做音乐剧，配合专辑20周年，被阁搬起哩舞台演。我们想要募集一个60场的公益的邀演场，要去邀演那个我们的那个偏乡跟弱势的学童。
预计在今年的10月开始启动。剧团讲，这摆音乐剧会邀请大学生甲专业的演员做伙参与，提供舞台，互对表演甲台语有兴趣的人做伙投入。另外，创作者讲，这几年台语创作环境有变较好，不过若要创作愈好的台语环境，那需要政策支持，嘛会市场的参与。我感觉这个市场的回馈，嘛是一种足好的鼓励。咱袂当永远拢靠政府来支持，对无？所以，这种音乐剧还是音乐会，这种市场的方法，其实是较永续的一种方法。剧团讲，春天伫倒位音乐剧的台语使用比例有80%，打算10月要公开演出，嘛当咧和偏乡的学校谈合作，希望鼓励父母带囡仔来看戏，把母语自然传承落去。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另外来看，这德国举行的马拉松选手阿尔达沙奇呢，今年5月中旬是对这加州东部的死亡谷来出发，一路走去到太平洋岸的圣托马利卡，拢总是走123点钟，超过600公里，也来创下新的纪录。沙奇伫要走到终点，完成这段长跑马拉松的时，路边的民众为伊大声拍扑啊鼓励，庆祝伊阁完成一项极限马拉松的挑战。这届距离超过604公里，等于是走一般马拉松14转的远，用123点钟的时间完成。因为死亡谷沙漠是以大雪炎热出名，5月的平均气温就超过38度，上悬要到50度。沙奇伫走到大约320多公里的时，出现严重掉雪的现象。差一点都无命，好在伊的团队及时抢救，沙奇伫休困半点钟后，才阁再度出发。除了气温，地理环境嘛是严厉的考验。这座挑战的路程，关键精差是达到6000公尺，嘛因为安尼，沙奇为着要赶紧完成，5天落来总共敢若困7到8点钟，真正非常考验伊的体力甲耐力。亲像电影内面的主角阿甘。沙奇沿路受到各地民众的鼓励甲加油，嘛有人摕德国的国旗替伊赞声，也是到6月对咧做伙走一段。沙奇最后来到有名的地标，濒临太平洋的圣塔莫尼卡码头，佮受到真侪民众影响式的迎接，庆祝伊创下新的纪录。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年第6号风台枪毙目前呢是继续向北边这琉球附近的海面呢甲架过，虽然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拜一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呢，大新竹以北到宜兰地区这云是加较高的，会落这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若明仔载这全台湾各地天气嘛是共款真烧热，也若拜四开始又搁要变天啊。今日台湾大部分地区拢是侪云的乌阴天。不过，对拜一到拜三，受到今年第6号风台枪毙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过到山区也会有局部的西北风。另外，拜四进前西北部、南部啊山区甲华东冲过，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可以看到，在周3之前，其实都有一些局部比较偏高温的情形。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偏北风的状况，所以说在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在花东纵谷这一带，甚至在宜兰这种背风面的地区呢，都会有一些局部比较偏高温的状况。像是在台南的近山区，我们目前也有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大家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若拜四会开始反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会愈来愈济，一直到拜6礼拜。全台各地可能拢会落雨，尤其是南部、东南部甲山区，过到了后，要特别注意短暂的大雨，也是雷公雨。气象署提醒民众爱记哩早雨遮。周4大致上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也可以看到整个雨势上面跟前期相比是比较明显的增大了。周5左右呢，南台湾这边的降雨还是持续，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形。其他各地的天气呢，在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那甚至呢，在其他时间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阵雨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6、周日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其实各地的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一些。气象署表示，今年的第6号中度风台枪毙，目前继续向北边对琉球附近的海面行线，虽然较无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的云系影响，拜三进前北部甲东部沿海地区、恒春半岛、佮有马祖，可能会有大影，民众就要细腻。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日，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的关系，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
会有南山地站准雨，其他的所在甲平湖、金门、马祖是侪云到好天。下昼时，第三区会有局部地站雷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